礼堂上三夫妻排队，接下平民背对两卧队扎队推那廊口。这两个卧队才是陈夫人身边边个卧队呀。一看嘛，哎呦，不得了这哇！你三条那个三台是让他排队哇，还是干什夫人去？过来，背篓浪向绑上一个人，啥人？陈夫人身边边叮叮的冲一个卧队，神称的立了那个陈夫人催之卧队。至少看到，哎呀，是干啥干都，还是你去看看呀？好，那个三台是排队呀，让我去看看。人得过来，闭门背语，一抓，哎呦，中举吧！当我有高对的，那么你那的方就是有高呢？哎呀，前3年来的给他，因为帮助夫人势力放进，不然要晓得生意吃子一顿生活，所以呢放进记了那生意。今朝把你口子出来为当了的，你哈，在中举身上像大事大败。那么女少客气，我要去催的夫人拉婚，大子我的来，忙正西游而来，禀告夫人。哪个人陈夫人听啥么子啊？还是你自来着？那么身上啥打扮了？哎呦，是抢得来，大事大败，一个小大事呀！哈，啥是今朝来的？给他身上大事大败啊！妈妈人我子爹好子，我才是我一生老那只对子。谁包个来事你发卡？谁你家头记得来？管他就生的那下，我是讲男个终身配不个咋中举？那么现在哈，怎么来做啊？哈，是讲男搞不个他最高我唱的这个现代让我非常有感。哎呀！他发动作吧，这道理今朝放进来的，给他们应该来头子这里排队，那在农山上这里见面着。哦，我懂在，啊是，那里这对子自家配个亲，今朝大事大败来的，给他，你还不面子，你还要是老婚在，那么呢，避而不及。这来的子比我势力姑娘回下去，干嘛呢？我来做兄弟，为之男的终身，刮了送菜2个字，老婚大子我的搞啦，王真子自礼堂而来，沈夫人听见吹之我的来报信，是穷儿是方亲，各自3年的也来着。来这是读书人现在比之最高唱的那个大事。叫我老婚，哎，不过想法，想里哪位都比之大事之意，个老婚的不能够听你的，这个叫一米之死。后知大家言，谁千里领下军，我是平母骑兵受封心。后一起两口不生，我是礼物100是老中，替那方家公子来怀疑。方家公主人家人，莫为方臣出的
飞，非说我是方却当初多少人，怎样是么点头做白来没啊良心。他是佛音囊，随此匆匆走，一口真正为情口人，学得扬眉吐气，他是等门。相思句一比他深，因我他们一去三年负心恩人。像那功名细水平常事，好比将我们唱的人，好比得相人的相人，好比像内有灵，好比得滋味听，好比呀疾风神。时空与你，他终于他的功名与么是功名的是功名，我尚未定，但我是革命门推以来开分明。滋味大，狗日相会。今朝市里姑娘满门人一本正经的出来拉婚，不晓得方清香，你要到市里告知啊？搿么呢，我也做了过来不想想。但是稀奇，方清刚刚盘腿、勾雕、彩屏、三角，搿两个恩公了，一句真言忘不。盘腿的有光的句句侪是真话，不过搿个真话呢，叫五不跟、五不配，名字五不改。只是啊，我南阳女的，是被我关谷长在救得不轻。搿讲人讲到你屋里10年之间，而且啊，力度对我好，我幸亏的力度，实上考试，高牛、尾牛、上牛，我们连中3牛。慢慢你听说么子啊？哦，说阿有儿子现在种植上牛子啊，眼睛觉得像汤头上的，哦，有哪么办法？我不做过马来三门，做过我要怕那马屁啊！但是前3年市里，今朝有10个，刚刚收入里，搿是里下来不会对我好，哪办法？慢慢你一动呢，就没这个。我没代理不好，老头子代理好呀，搿不是个哇？我老头子身上功劳抢到自家身上，自家队上的圈子推到老头子队上来抢功劳嘛。这个你还当我还在千里迢迢，你真是美得大。我把那一杯水酒表费尽。方秋双喜，你也福音，神奇的美丽饮酒，在那松顶上，这老头低眸回来向我云，是他相逢偏个酒松顶，把你再三，可你
才是因。即使女儿的身躯，一律不是你心。狗儿飞来没扎订婚姻。你家狗的三手新婚婆，举送的以我迷离因。我看他的为啥这般的善良心？让他不公了才抢光，良心分七枚，听分一滴滴，其一滴滴善良心的大兔子老得子，嘿嘿，走得出了抢功了。阿是儿子啊，你奴养到了旁着讲的抢，凶心手段想样来，我今日吃得来，吃不落了困不着啊！你看，当你分开3年，我的人要睡脱这样一颗多，早这天早知了海湾。是啊。自从半途风大石，那位姑娘轻视不爱人，我为了你们打去妾身，是打去心。为了你心上不留在那西游里，家乡某竹北孤影，8月里河南放杀军，要丰胸化解的功名。我为子的身浪下动力用的不是大兴土木啥不来，现在那西游里等点我领来去抽过啊！我为子的身浪下一口上涨，3年吃上手，别个打吃大锅盖。这长相压得着，可里可得武功手。为什么我才是为子难问？老是说那个上牛是我可里可出来个真个嘞。阿是啊，有桩气个事体啊，讲的不来听听。你牛羊让了旁到讲到腔，我接天接地，你都辜负到旁边，我要想我呀。几正八，哪知你家功夫伤良心，今日他们口口声声要来婚。你当我讲，既然穷举就中斗女的凶斗之什么，侬要老婚，他要来婚呀。他要来婚啊？那么你姑娘得怎样的？我哪得人家？我面孔一白，胆子一胖，把我摸完。我是的，我把你这老糊涂、老匹夫、老狗头、老女精。好了，他不是的马门一摸一里出来，为何不听比较嘛？把你呆木老吃不老不义听比较不发研究，实际上比较听下去，回去总要听得去。你都来婚姻非不能，我为了你们走有家一生大事情。本子事送大事，只怕你家别子在你家门，就因姑娘大力手的定。这是哪年米浪向买的功了？把我姑娘听了谁的嘛？非是一个表姐，10个表姐来在高头，今朝来来是黑白熬上。现在三家为了当流浪嘛，侪是我功了，是了。老头子让我米浪向已经说来话我呀，顺到20年子，实际上将来嘛5、7岁，你看来不做比赛。我气是真的气噶，我说来那只对子，你不要把人看扁了你。老是说，20年子与之气，要么不来个白走过。我说来走过的设定生命，唯有长起精神。一来在真气郎君真可爱，大
今朝是才把我姑娘地有起身，我们为了你这一道比3年拉撒去，大今朝吃饭送头呀吐一吐亲，我是有事没的。在3年当中，一起让我玩十里姑娘，十里姑娘，不晓得姑娘都不十里的啦，是个好人啦。不过我好人也做了后头里，这他太干。你们总是说姑娘十里功夫好，哪知我姑娘是哈神。高调小弟实干不仁不义嘛，我想想不错呀。恋爱心心耳动神，我当然是头顶一声，才心一点的放呀，自家人呀。到如今，这反骨家在我非一女，这老夫妻各自作虚神。我与你一点亲情亲故事。举松定李两人，这用情让两重情，非比心上翻翻音，七斗大花一日生，你莫把我姑娘来当为神。马门人开心得不得了，公了枪好，马匹拍好，看上去不是几在哎，蛮无心，不晓得来非无心。方清土地吃饱，四金八次居庸稳当，鸡养地心吃饱我来吧。我要不做过人。说到姑娘，我到今天老乡去，看见今日上次一本，同志亡妻，拿我各种为乡为老百姓，方清又是方清，那么马门人享福了。面孔觉得自顾时，哎呀，小菊啊，你说啥个样子噶？我刚刚马匹拍好，现在再要翻出来老婚，能让等的人都说不出吧？那么还容法？不晓得半边吹枝下头，说的夫娘，非气非急，那俺可见穷举打得了如同几百，海里闯大人，一闯大人一出口，你老婚是有地步，说起来啦。而是堂堂于师傅的来个苍大这种女婿啊，所以还老混在夫娘来看呐，哎呦，神父那做你的这个屋里上让我呼吸的，想不出个办法，对个，马上还得苍大人，哎呀，但是现在我一个字听大人，等下我要老混，老头子得知能说起来，你分听就不同意，不来这个，可不是哈，关照屋头。我老要是要只要去听得来，一定要听大人。一个屋头，一个圈子端出来嘛，说到并夫人啊，老要幸福上。说在顺于是老大人睡了隔壁书房里向听别讲，现在一听嘛，用不着听得惯，我睡了该得惯。等些女婿唱大人，我们老丈人拍板，上人把女婿听一对双当，来不让他听。那么说在小家呢，小家嘛，现在有彩票叫上楼去请着。叫我唱一头，真是他的想当官，更官了。也是晓得人不大多。俺叫五官呢，俺当法呢，用国王当，国王是32张榜，天地人我，3上4斗。下来是隔9、隔8、隔7、隔6、隔5，隔6呢，后来升上去。
比天宝还要大，成为至尊宝。因为是12年24时期9点，那打靶局总归讲对手，这9点是顶头的。搿当官哪打法呢？我3年上国马，随后是5再比5再比5再比，共总5比，搿是5关。上午来70把，把了第6比。等去天把给提上去，现在彩屏开始打5关。32张白衣服，坟上福德公送5只比7和5，蔡姑娘20岁达到第1房浪向，心里想慢慢通人足个，搿周姑爷来究竟按照过分走过。假使姑爷得知公明，希望5关通，5关打不通嘛，姑爷分走过。第1关8翻开来一口，30把，一共5只，打5关只落3只。恰在第1关的随的奴改，他是先拿1副23克，奴一副叫23克大鹿，哪2只吧？一只26，一只23，来只缺角36。26、36块，缺角23是叫2只2、2只3、2只6，搿叫23克大鹿，还浓。3只把挪下来，第6把有第1方，等第1关浪向还留2只把，等去再看第2关，所以到第2关上8翻开来一口，得一下挪。抖落来，一只3，一只梅花，一只天把大鹿。梅花浪向2只5，3浪向1只5，3只5轻脱，3浪向多3点，加天把12点，搿共总15点，好挪下来有地方。第3关8翻开来一口，一双铜水。把引的把一双同时打昂的，2只1，一只14，上底3点8轻嘛，下底平均14点，当官没戏，14点起挪，不满14点，13点不能挪。当个上清白灯为呀3，第4关浪翻开了一口还不响，当得结棍，上抢了白灯，当得人130，哪2只把？上3是上抢，23点3清楚，叫上3，一只白灯上2，为着135把。上3浪2只3，1浪1只3，3只3气脱，1浪多1点，加板凳4点，再5点，搿叫568啊！挪下来有地方，彩屏开心的来，那乖乖的挪，叭，上面关翻开来一口，阿罗八天，你来为八天。当得剧本子来抽卡子，个人客气的来，八字地不是还要八地，一只天把，一只地把，当中2只1路，比3只1、3只6，搿叫分享啊哈奴。彩面上哪神的啦？5块3哈奴，再拿第6场浪向5只把分出来，
单块不上头包下来，是下头包上去。1、2、3、4，呀！第一只生要包上去一好，为啥？第一关就是难关，上2只包上得根本接触看，一只1/6是个1/6，一只5，这个2只包只一只包好通，上面3、4。1/6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叫不同。其他3、4才不通。哎呀，上帮忙，把翻开了一看，哈哈，实在是理。西呀是一动，这里坏出来，脚出心，西上两三。第一关3上弄下来，第一关就是通的，第二关把翻开了一口，得也通的。4/6女的风雪剧，4/6、5/6，雪剧上面4/5，4/6、5/6来是4/5，2只4、2只5、2只6，叫3/4/5/6，很浓。后头一方2关通的，第3关把翻开来一口，哈哈，好不像。山呀山你为山3，一只地包，一只板凳，一只上山，2只1、2只2、2只3，叫3/1、2、3。刚才我是3/4/5/6，也我3/1、2、3，哎呀，还有2关。5关胜利将通过，上3关容易2关难。单关规矩，3关容易，2关烦难。第4关是定要紧，把翻开来一口，哈哈，也通的。梅花女的风4/6，一只是梅花，一只5/6，一只4/6。梅花浪向2只，5/6浪向1只，3只5轻的，5/6浪向都6点，4/60点，加起来16点，很浓。乃是问吃喝同时样。单5关搿副5关不容易讲，关关不同。哦，看来是讲，搿5关啦，定照真是他基本上是5个。只有3关容易，2关难，通2关是通的。后来听中第一节，以他先生为竹青，拿31张国宝，王大师打出来，所以当真正当的人工上胜利。5关关不同呢，你都看。2、3看大了，3/4/5/6，3/1、2、3，本相5有8。可能弟子路是3副，哪3副？一副3梅花倒落来，记得神的；一副是一上同时当昂的，14点；各副16点，技巧不同。什么一关把翻开来一口，哟，红当当也七喜自在。我双喜为人带一袋的红帖子送上东门，一袋人头包16点熊，当中夹着1、3，搿叫啥？搿叫格丝。假使5只丝来出1、4呢，搿叫5支。现在来出1、3，因为一袋人头包了，不对，分开来是4只丝，加上1、3叫格丝，哈奴，而且太客气。菜鹅呀，一只鹅包了当中，生菜鹅有细子，什么为2只白
什么两只把，翻开来一看嘛，是真恩都绝不退背。要你是一代之真的，请听众大家切细注意。十里姑娘满门人预备哪里个婚？要老婚要摆车队，摆车队是叫你唱大人。方清听什么啦？非得叫我唱大人，我要亲娘的听课来。那么大人我要多正喝，但是我要等辰光。两个听课的我不唱，两个听课不来我唱。对来回风，老爷幸福上，三家不无论。那么方清想，笃笃定定唱大人，几个秋子一对，望着姑娘们是一类。是唱大人门事啊，委屈小子叫这个听哎呀听听。今朝十里姑娘慢慢你们就听讲听听，要经过唱啊，稍微想一想，嘴里想脱口而出。这整季如下，衣上灯，花朵好且配悲声。引得内当姑娘好，披手开家实为名。想当初你如今清净没漏登飞云，还如何过三军会？只为你姑娘不心静，只为你姑娘不尽不尽。那么你听，搿种三句老老马三门哇。那么我今朝谁呢？啊，唱子大人，我得来登当首长。你把大人唱讲起来是戏曲。
来呀！上别唱大人，慢慢人旁台子马穷去么沟通声，好哟，哪得来不一路？陈女士在背里听别家呀，哎呀，像我再不出去啊，要大胆出水子，所以大出希望的资费大，老大人到底有自家，先嘛有三个，释放清啊，你是那长辈呀，你拿这个戏弄长辈，莫无挣扎，回过身来。也挂自家来家些，说你是那女婿呀，作为长辈，哪起某个女婿是穷居呢？哎哟，那是慢慢人吼得了天子起来着。我们也想老婚呀，哦，那么娃女婿是啊女婿，不马上，老夫子一吵子起来。可方清看不灵在，假使我再不讲真话啊，要出大事体着。所以要紧上来求家，孙多飞也出着，我讲真话，我真的做是官人呀。哼，慢慢人对你忙忙不上那个当，一些些做官，我是甘心得来上子天，一
些媳妇做官，我对他是地狱里。现在都也做官啥？个县局，不让那个当贼。光起后来大致ord头，不然而去惠州西游。那么方清呢还呢？把那王本达彩屏弄得这些失望，两家头部门里。是狗呀！你到底罗句是真的，罗句是假的？但这些辰光为不肯讲真话了。方清说：“我现在讲的是真话，我真的做只官子呀。彩屏是老句，说做官啊要有凭据的。那么方清从身边拿出黄金银杏，彩屏接过来一看嘛，靠我啊！实头做官长，非但做官，而且做个大官，七上人案。方清说：“我们讲是真话噻。”那么我娘呢？你都还是告诉我还要去见娘子呀。彩屏说：“你放心，老太太呢随了神啊把云安，让我先到流浪兵败小家，那么再带你去见太太。”彩屏手风精英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得，忙正小家堂流浪去。他是金银刷刷月水针，七分人喜非分仙。像那玉之在是精神，于是公花开在神仙园，于是言发音经。像那女人出洋妇人身，她是空着有家万分身。不像那一个家面目真，可惜他们只容一个我送身。但如今嘛后面嘛去为清醒，在这市里人，才不是最一步没想一人，想一步起一人，他是一步遇见一人，他是遇见一喜遇生人。是一日报定一定心，空一哈梦一呀用心。哎呀，跟要刚刚是最刚我创的人，俺现在做官非是做梦家。对准水里向黄金一口嘛，不是梦是真该醉呀。不下一声，他比说过为太家了人。他是匆匆是万
开平上路，我给个王金星割不了神菜我，石岗上石岗头，狗呀做子官在贴上人后得来，这家是开心啊！不过是现在呢，我要领子狗呀去见来太太子。神菜我讲你快点去吧。哎哟，那这个小姑娘急是急得嘞，一时急么忘记个事体也是多，一些些出房门，一些些进房门，一些进房门，一些出房门，哒哒哒一打，哒哒哒一打。那下来搿头唱啊，是你来这边用最最细腻的手法写的，体现一个小姑娘玉树这么大个青春气息。他是冲啊冲走，急急营，匆忙谁在出房门？介绍出房门，送于进房门。那这句唱是三个分唱完，出自房门再进房门，哎，出小家房门，现在进自家的房门，做啥要去和尚孩子？儿子和尚跟比较，从这位明白了，那么和尚新儿子，家长都是新儿子，现在去和尚旧儿子。蔡姑娘想得最大，现在新儿子早上是吃真好，等下白云儿花园里向汪汪来来追子不上路，加一日。日子要长，一长要开交通。和尚旧伢子稍微大了点嘛，还活络点。那么个上旧伢子比新伢子阿头几何年，头一个魅力。因为旧衣非比新衣好，实事就是这个烦恼。连得上就要这个新旧成分8分比了，谁要唱出来的？我一上3分半旧，6分半新，真哈设定没有啊理赢。他年岁对一相云啊冲啊冲去，急急营啊冲嘛，谁去出房门？介绍出房门，送于进房门。在进房门呢，我上马子发要去拿块酒的。从前小娘家子出来不要拿块酒的，读书人出来读书相公不要自受轻摇。来去想想，那个种现在你看个三国主诸葛亮出来御手轻摇，哪怕浪得来零下40度疾病，只有清水不提烫烫的，还是要御手。而现在哪像诸葛亮出来，不拿御手拿上节书的，不这样两个。重点是这个，那么女的出来呢，要拿块酒头，怕两只用上。吃后的辰光卡后，难为人的辰光，诸葛亮像幽默做做水。在那庄台去了些老婆。他冲啊冲最急急营个冲嘛，谁在出房门？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做啥？想得死的。蔡姑娘做你的，我现在到白云河去，白云河来回6里半路要13里路。辰光蛮长，反有一只阿娇妹子到我房间里向，珍惜藤边里向红绿丝线翻路，冒起来套衣服个。我冒一次要用半年的了，那么呢，去拿月手，大日里多个家。在那庄台去了有样手。手一手门个面前偷三下令心，他冲啊冲去，急急营啊冲嘛，谁去出房门？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那一夜进房门，约束之不大，对不过脑子失误也是愤怒。因快分是吧？手特是为了前王们出尽了呀。
去体中去了相思药，把死又轻轻系在身，他是冲啊冲走，急急迎不冲嘛，谁知出房门，出房门回去，快收房门，就说收房门送于进房门，你闯昏他来着，收子房门为了进房门的了。收拾高房门进谢家房门，为啥我不懂规矩的？谁就知道？我得到后堂去，中国门谢家还有啥事体？谢家中的当讲，门就让身体呢哈，门就让哎呀啥么子，我就在打气。那我今朝不走上来一转头呢，谢家做些为害我了呢？要进到里向，哎，谢家啊，你为分这个啦？这小家气得呼呼，像推个啥人啥模样啊？不晓得一股子出房门进房门，忙死了个呀！蔡斌，谢谢。做什么？谢必的，不用爱中去了。太夫人跟着可以送事情啊！哎呦，蔡斌啊，你挖空聪明早，真正叫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日。平常的确，你到屋堂里大服务害我，今朝用不到，就让是原来这样，可以当面讲这样。对你爷爷的。莫有什么？不说啥。既如此，下面去了啊，那么还追在为父一生一下子，一年太平定的冲啊冲走，急急冲嘛，谁知出房门，就说出房门送于进房门。哎，那个房门也唱好了啊！为要进房门哦，现在夸张，出谢家房门，进下头方清的书房门。蔡平到书房间临子方清出人而去。那下来这一头诗啦，是你田无真之差最大的一只关子，叫方清见娘。不过今朝还没来不及在，下个星期今朝等到电视机门前再会。